大家好，我哋今集邀請到一位特別嘅嘉賓就係 Oscar 啦。Hello Michelle，Hello 大家好。我最近都轉咗跑道，加入咗香港賽馬會嘅公共事務部做慈善傳訊工作。係啦 Michelle，最近有單大新聞喎，你知唔知啊？咩大新聞啊？就係馬會攞到 Jobs DB by SEEK The Hong Kong HR Award 最受歡迎僱主慈善及社區嘅榮譽。咁今日就等我哋攞即影即有相機，穿越時空，一齊去睇下馬會點樣贏得呢個殊榮啦！馬會一直致力推廣豐盛耆年及長者服務，透過策劃同埋捐助賽馬會護老導航、照顧者支援計劃等項目，支援長者同埋照顧者喺社區自主生活。參與計劃嘅同事經常同大學同埋非牟利機構合作，創建創新服務模式，並推動公眾教育。每次見到服務使用者受惠，都會帶嚟滿足感同埋推動力。佢哋覺得好幸運，亦都好自豪，能夠為香港嘅照顧者出一分力。馬會一直致力推動各項同青年發展及扶貧相關嘅創新計劃，透過青年節嚟香港嘅青年節、青年說等項目，令到唔同背景嘅青年人都充分展現潛能㗎。參與計劃嘅同事親身感受到300位充滿創意同埋熱誠嘅青年大膽展示佢哋嘅才華同埋創新理念。呢次寶貴嘅經驗唔單止拓闊咗同事嘅視野，更加留下咗同青年人坦誠交流、緊密合作嘅難忘時刻。馬會積極推動健康社區，透過提供醫療同埋身心健康支援，營造更健康同埋和諧嘅社區環境。喺籌備約見同心藥物支援網絡啟動禮期間，團隊掌握策劃同埋管理技巧，展現高效協調同埋危機應對能力。今次經驗令團隊更加深刻了解到社區藥房喺基層醫療系統中嘅關鍵角色，並且累積寶貴嘅經驗，有助未來推動全港性嘅基層醫療項目。馬會一直不遺餘力支持培育人才及推動業界發展，透過香港賽馬會獎學金，致力培育關愛社會領袖，多年嚟不斷擴展，提供多元人才發展出路。參與計劃嘅同事唔單止能夠分享得獎者受表揚嘅喜悅，亦都見證佢哋參與領袖培訓項目而成為熱心嘅社會創變者而感到驕傲。佢哋透過跨部門合作舉辦嘅活動，加強團隊合作技能，實踐以客為本嘅持份者互動，擴闊慈善視野，從中獲益良多。馬會一直致力推廣體育和文化，透過毅力12愛心跑等嘅活動，鼓勵市民投入運動。同時見到市民越嚟越熱衷運動都覺得好欣慰㗎。最深刻嘅係一次大型嘅體育盛事當中，發現觀眾主動用 JC Fit City App 打卡，令佢哋真正感受到計劃已經成功滲透唔同嘅年齡層，帶嚟極大嘅滿足感。同時都積極帶動身邊嘅朋友參與運動，希望大家一齊培養健康嘅生活習慣。馬會致力關懷同埋幫助社區有需要嘅唔同人士，呢一切嘅功勞都有賴於慈善及社區事務嘅同事幫助。完全同意啊！馬會獲得最受歡迎僱主慈善及社區呢個榮譽係實至名歸㗎。多謝大家收睇，嚟緊2個月會為大家帶嚟更加多有關慈善及社區事務嘅內容，請大家密切留意啦。拜拜。